真衰外口拢是人，伊美集团爱尔利高雄博爱分店站的有真侪人来要退钱，早起高雄检警甲卫生局人员嘛兵分两路来到两间分店进行搜查。10点营业的时间一到，就开始有人要来退钱。周边朋友也很多人做提标的，都花20万了。因为我就先来看，因为他们有的要上班，没办法来。大概20几。20几，但是有一部分用掉了，就是怕他不知道他会怎么退费啦。毛人早买套装组合的奖赏品，做伙来办退会。他说他会扣掉这个钱。出名伊美集团爱尔利涉嫌偷窃的事件，退钱的人愈来愈侪，有消费者就组成自救会，早起的人数就超过2000人。自救会委任律师本身嘛是受害人的李兴庭，伊讲有消费者伫反映办退会时会被抄皮包啊，搁被禁止录音，并且被要求单独讲，过程中搁会签一份处理单，内底有规定讲退钱了袂当搁对这个集团提起伤害名声的告诉。李兴庭呼吁消费者，这项除了讲爱抬掉以外，要有一个动作真要紧。就是我们当下在做涂改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要注意有没有双方签署，然后避免就是业者之后去主张这个契约效力的问题。伊讲退钱的时一定要将签的内容看详细，保障家己的权益。所来又有更较侪人来办退款，爱尔利偷窃的风波继续的扩大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